今日咧要讚一讚呢台老闆嘅抽油煙機啊！呢台老闆嘅抽油煙機呢個設計我好中意，佢嘅設計咧冇咁容易冚頭，對比起傳統嘅呢一個側級嚟到講咧，佢佔嘅位置會更加慳少少嘅，因為佢個深度咧係可以做到35嘅，即係呢度個尺寸深度，一般咧去到40嘅，佢係35嘅啫。咁因為佢25立方，老闆呢個品牌賣到2600嚟到講咧，呢台機係值得大家入手嘅。咁喺其他廣東嚟講啊，25立方係極度之夠用噶啦。咁你話唔想要啲咁大級力嘅，佢23版本嘅話呢，佢有23立方嘅版本嘅，就賣到2380，兩者都係非常之唔錯嘅選擇。所以中意老闆抽油煙機嘅朋友呢，可以重點考慮下呢隻款。10字滿冰箱我始終係覺得呢隻比較抵玩嘅。呢隻機呢，容升515升1級能效嘅喎，先3099。佢個賣點係咩呢？嗱，首先夠大台，外觀又夠好睇，又夠慳電。質量又比較穩定，3099嚟到講呢，其實真係抵玩嘅，因為買得最多係佢。整體嚟講，只能夠俾佢95分啦，應該冇咩問題。櫃機比較抵玩呢期啊，呢隻美的嘅銳靜咯，大風口大機頭嘅，呢隻美的3匹1級能效嘅5799啊，一個金色嘅外觀，整體嚟講係比較精神嘅一台機。想平少少嘅可以睇一睇呢隻。呢隻係細風口嘅，又係美的3匹1級能效嘅，呢隻係5199。呢隻叫做智行，好多人屋企都用緊嘅，屬於比較舊款嘅機，但係5199抵玩喎，你唔好話喎，即係冇乜要求嘅話，平時又真係對呢啲特別係舊屋想裝台空調嘅話，5199呢台機可以重點考慮嘅，畢竟係1級能效，貴就肯定唔貴噶啦。格力嘅櫃機可以重點考慮呢台，呢台呢係格力嘅線下機，3匹1級能效嘅，我哋自己裝嘅有一台。總體嚟講，製冷效果我俾到佢呢，我俾佢100分都唔過分，6000幾蚊嘅嘢，6499啊呢期3匹1級能效嘅製冷真係落聲，唔係同你講笑嘅。